告白都没告白你就打算求婚？你傻吧你！说吧，到底怎么想的？你放心，我会负责的。你负什么责？你负责催他还债，还是负责当个假丈夫？我不管你们协议是怎么定的，都给我马上终止。从现在开始，周建清的债务都是我来承担，你们俩以后没有半毛钱关系。我不答应。你不答应？首先，这是我和他之间的约定，而且我不想放他走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喜欢上他了。我希望你作为他哥，能给我追求他的机会。你喜欢他？认真的？认真的，我连戒指都买了。那你们的债务怎么算？你打算一边当债主，一边当老公？以我对周建清的了解，他应该会这么选。掺杂了利益，你们俩的关系不会变得复杂？如果我们真能在一起，彼此喜欢的话，那都不是问题。你们俩还没在一起，我正打算告白。告白都没告白你就打算求婚？你傻吧你！我帮你搞定告白。好。你帮我照顾好青青。我今天话说的有点重啊。哥，对不起啊，我也有错。谢谢你为我准备的那些中奖。那咱俩就算扯平了呗。好，我是你妹，反正兄妹就是拿来坑的嘛，有什么事儿我也能扛。你能扛什么？嘿，我以前打工的时候，一个人也扛过半个米面区的米袋，好吗？这小丫头啊，长大了。哎，不过说真的，那些事儿你跟我都没说过，怎么全跟苏苏说了？没看出来你俩关系这么好啊。我跟她多说几句怎么了？你哥我这外号妇女之友，不行啊？可我也没见过你跟哪个妹子说过这些掏心窝子的话呀。你不会是看上苏苏了吧？说什么呢？谁看上她了？我警告你啊，你追哪个姑娘都行，就苏有夏不行。赶紧把你心里那点小火苗给我掐死，别去祸害我亲闺女。当你哥是洪水猛兽呢啊？至于吗你？反正我不管，你要是敢霍霍他，我第一个弄死你，听见没有？没轻没重。哎，周子轩，你听见没有？